后来继续来看高雄大寮区公所，一透早有不少的长辈要来申请，但是也是唔知影资料要安怎写。区公所加派卡手协助长辈解决问题。那高雄市人口数第2多3名区公所，申请的民众钱甲规厝间，有人等上久咯，等甲起性地。咱就同齐来看现场的状况。没有办法去劳工局申请劳退的证明单、工作证明，那你们就写这张。今年补助实施第2天，透早大寮区公所外口有真个乡亲来伫问要安怎申请。虽然讲行政院宣布流程要简单化，区公所嘛派卡手来斗相共，也毋过共款真无用。有的会觉得他拿不出工作证明，要我这个户口名簿去营运。像这个60岁区县市，因为疫情影响，无得去做临时工，想要来申请补助，却因为甲服务人员沟通有问题。本来讲要登去摕资料，后来被通知讲，只要填这个切结书基本资料，摕出身份证就会使办啊。你若要还掉，你就要写这个切结书。要有这个陈先生去现场要申请补助，不过伫咧写资料时拄着困难，讲要摕这个文件登去详细研究。就先写嘛，然后再拿来询问嘛。过来看高雄市人口数第2多3名区。如果你们不急也没关系，就身份证印章进来，我们就帮你们查。公所嘛有真侪人伫申请，有人等伤久，要未轮到伊，难免火气较大。现在也没有一个剧组的一个帮忙。也有人无了解申请资格去现场，才发现讲白走一转。你的扩大对象根本就吃不到。来到嘉义水上乡公所，嘛有真侪乡亲咧排队，也毋过呢，申请过程也算是顺利。补助金的申请实施第2天，虽然讲申请流程已经简单化，但无又出现真侪状况。